大家好，我係招仔，歡迎收睇足招。今日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我嘅足球投注。琴日啊，點都估唔到啊，我嘅足球飛啊，係兩條都全部炒晒㗎。琴日呢，就係買咗荷蘭乙組聯賽啦，維迪斯主場對迪卡史卓普嘅賽事，咁啊買咗3.5大同埋4.5大嘅。咁就起碼諗住3.5大點都會執到啦。點知啊，維迪斯啊1-2輸咗俾迪卡史卓普。咁啊，全場27次射門，11次中籠，但係總入球就得3啫。仲要最過分啊，佢哋喺25分鐘已經1-1啦。咁啊，你諗住坐定粒6，起碼收3.5啦。個大波啊，講緊點估到佢86分鐘先入第3球呢？仲要全場就是這樣的1-2就完咗波，真係吹脹啦！咁啊，我覺得啊，呢場真係非戰之罪啊！咁啊，冇辦法啦，咁啊咁樣輸咗，咁啊點都要度返一場今晚復仇嘅。咁啊，今晚雖然都有啲荷乙嘅賽事啊，咁啊，但係我就冇揀佢哋嚟玩啦。取而代之呢，我就揀咗法甲嚟玩。咁啊，今晚就揀咗里爾主場對馬賽嘅賽事。咁啊，呢場波啊，今晚4點鐘就會開波㗎啦。咁啊，有興趣嘅朋友就自己校鬧鐘睇啦。我自己就唔會睇。我今晚買嘅嘢呢，仍然係入球大細，咁啊，仍然係2.5球大波波。咁啊，希望賠率熱少少，但係都把握相對地會比較高嘅。咁啊，呢場就係法甲嘅前列分子對決啦，就係第3對第4。咁啊，雙方嘅得失球數字啊，都相當可觀啊。里爾14場就28得17失，馬賽呢就14場35得14失，即係大家平均每場都會失1球。咁入球方面呢，就2球就基本啦，亦即係話總入球3係佢哋嘅平均數啦。咁啊，里爾主場數據就靚仔啦，7戰5勝1和1負，得15失6。至於馬賽呢，7場呢就作客4場贏，就輸3場，咁啊得12失6嘅。咁啊，佢哋對賽往績呢，里爾就比較睇好少少，咁啊輸3場啫。咁啊，大波方面呢，唔係好突出㗎咋。咁啊，呢度見到得5場。不過啊，睇到里爾主場嚟講啊，咁啊入球數係偏多啊。講緊就係佢哋雙方對賽喺里爾主場嘅比賽。咁啊，近10年嚟講啊，入到2球或以上呢係一個常態嚟嘅。咁啊，今年里爾嘅比賽呢就好少和波嘅。咁啊，呢度呢可以見到得好清楚啦。畫面就見到1場咁大把啫。咁啊，另一點就係啊，里爾嘅場次啊都入波偏多。咁啊，零入球呢就未試過嘅。咁啊，總入球1呢就見到畫面呢就有3場啦。咁啊，總入球2呢就有4場啦。咁啊，總入球3或以上呢都有4場嘅。咁啊，轉睇里爾主場啦，個數據就更加突出啦。咁啊，多過3球或以上嘅賽事呢就多過一半嘅。不過啊，其餘嘅總入球場次就變咗做1。咁啊，其中1場呢。咁啊，另外剩翻嗰場呢，應該話呢，就係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就1-1，總入球數字就係2啦。咁啊，當然就要睇埋作客嘅馬賽今季數據啦。咁啊，今季啊馬賽贏波嘅數字呢，就比和波或者輸波多嘅。講到大波咯喎，佢哋就為善不甘後人，場場都功力十足，亦都會失波㗎。咁所以大波呢，就處處嘅。咁啊，齋睇作客數據啊，都可以見到啊，最近比賽得1場係細波嚟嘅啫，其餘都係全部大波嘅。咁啊，要留意啊，紅牌嘅賽事其實都唔少嘅。今晚呢場咁前列分子嘅比賽，會唔會都有紅牌嘅出現呢？會唔會咁樣而影響大家之後會比賽嘅態度會變得保守呢？想保住唔輸波呢？咁啊，睇埋呢個出邊嘅博彩公司入球大細中位數啦，咁啊差唔多全部啊清一色都係2.53球，無論初盤定係而家呢個盤。咁啊，不過其實有一個咧就初盤係2.5嘅。
咁雖然係咁啊，馬會咧就淨係最細嗰檔咧都有2.5，唔係2.53，2.53已經係佢嘅第二檔啦。今次就並無3球、3.5球呢個檔，咁啊之後就係3.5檔啦。咁啊，似乎今晚係有一定相當，即係開3球嘅機率係有偏高嘅，我覺得。大家不妨可以試下買總入球3呢個數字。今晚嘅賽果可能就係是但一方會贏2-1啦。咁啊，今日呢場法甲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啊，鍾意呢條片嘅，咁啊訂閱我足招啦，撳埋鐘仔，下次就可以搶先睇啦。如果可以 like 埋呢條片就更加好啦。希望可以快啲贏到12月嘅第一場波啦。其實今晚我都有啲心思想買呢個摩納哥嘅贏波啊，因為佢最近就贏咗呢個巴黎聖日耳門。另外啊，梅爾城大啊，我都睇咗一陣㗎。同埋有個奇怪就係西甲嘅奧維多竟然要讓波啊！今晚係咪有啲伏呢？咁啊，聽日就會知道㗎啦。咁啊，今日就講住咁多啦，我哋下次足招再見啦，拜拜。